今日同大家傾個熱門話題，特朗普以前鬧比特幣係騙局，點解而家上台之後反而大力撐加密貨幣？背後唔係淨係覺得幣會升，係一啲政治同埋國家利益嘅盤算。講先，呢啲只係市場分析，唔係投資建議。好多散戶淨係見到新聞比特幣一有消息就大漲，但好多人睇唔透背後嘅種種原因。最直接嘅原因就係選票同埋錢。美國好多人買加密貨幣，本地嘅挖利人同區塊鏈公司之前俾拜登政府壓得好慘，而家佢哋就撐特朗普，希望生意留喺美國，唔使搬到外國做監管。講大啲就係美國嘅金融算盤，特朗普上美國做全球加密龍頭，話事嗰個定晒全世界數字資產嘅規矩，入面好關鍵就係美元穩定幣。做穩定幣嘅公司要買大量美國國債做後盾。另外佢哋唔想搞美國官方嘅數位貨幣 CBDC， 幫美國分擔債項，10維持美元嘅地位，所以就轉去支持民間出嘅比特幣，再做穩定幣美元嘅玩法。仲有諗住國家囤比特幣，政府抄翻嚟嘅比特幣唔再賣出去，當好似黃金咁嘅儲備，將來應付世界貨幣格局嘅變化。都要顧住本地生意同打工機會。美國華南生意好大，帶動電廠、數據中心同好多崗位，同時想將交易同託管呢啲生意拉返美國，俾華爾街嘅大公司合法做，闖晒全世界加密市場嘅生意。國會度搞2條法案，搞清楚加密貨幣係證券定係商品，分清兩個監管機構嘅權責，結束而家咁亂嘅監管情況。不過好多人忽略咗阻力，好多都只係提案，參議院仲有好多人唔收貨。民主黨就話放得太鬆，容易出話騙同炒賣亂象。而且特朗普唔係所有加密幣都照單全收，主要就係比特幣同美元穩定幣，全部以美國利益行先，唔係話完全唔管制。政策會隨住選舉同國會勢力轉變，唔係一世不變。如果法案過唔到，加密市場好大機會會大上大落。簡單講，特朗普轉態支持加密貨幣，對內係為咗搶選票、攞捐款、保住本地生意同 A 位；對外就係借住數字資產撐住美元，搶全球區塊鏈嘅話語權。所以見到利好消息都要諗下，政治會變，風險唔可以忽視。再次提醒，以上只係市場觀點，唔係投資建議。虛擬貨幣風險好高，投資一定要自己諗清楚。謝謝各位收看財經節目對談，我們下集再見。Sam 為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不持有上述股份。